什么不想？不想。那你跟他分手了？对啊，所以就不想啊。因为他想给你亲亲。啊哈。那你就给他戒指哎。我知道啊。所以他不够，你没有对他太有感觉。啊哈，不要。那现在有新女朋友吗？有啊，在学校里。在学校有。学校有2个，一个拜拜，第2个还在。那为什么那个要拜拜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就跟我突然跟我说分手，Who knows？跟你说分手？对啊。他几岁？9岁。另外一个几岁？10岁。哎，你都教小的哦，都教你年轻的哦。最小才过10岁。10岁。4岁。4岁也太小了吧，兄弟！啊，4岁是要教什么？4岁就单纯好感情。好感情，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这样，就他把你当初恋。那你初恋可爱种的。